Hello，各位香港嘅家長同埋同學仔，你哋好啊！我係馬來西亞升學顧問 Islam。踏入5月份呢，我相信中五同埋中六嘅同學仔呢，應該都好緊張，因為呢開始去規劃緊未來嘅升學道路。咁我今日呢就想同大家介紹一下馬來西亞 Sunway College 嘅 CIMP 課程，亦即係加拿大安大略省嘅中學文憑，簡稱 OSSD。家長同埋同學可能會問，呢個課程同香港嘅課程有乜嘢分別啊？有咩嘅優勢呢？咁如果譬如我讀完中五可能有啲同學仔我唔係好想考 DSE 喎，咁其實呢個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因為咧香港嘅課程比較固定嘅，但係咧 CIMP 呢個課程嘅學制咧就係以學分制嘅，學生咧可以根據自己嘅強項啦，同埋大學嘅目標嚟到去揀科。咁英文咧同埋數學咧就係必修科嚟嘅。另外4科咧就無論你想讀醫啦、工程啦、商科啦，或者係電腦，都可以咧喺呢度揀選到相關嘅科目嚟到去打好基礎嘅。咁咧可能有同學又會問啦，其實呢個課程會唔會好大壓力㗎？好似香港咁樣咧，即係你要好多嘅時間去背好多嘅知識，跟住咧就去考一個試。咁其實咧就唔會嘅。點解呢？因為其實 CIMP 最吸引香港學生嘅地方呢，就係佢嘅評分方法啦。咁課程呢係會以70% 嘅平時作業分啦，同埋30% 嘅末期考試分呢為一個總分，作為一個評分嘅標準。咁咧就唔會好似 DSE 或者係 A Level 嘅學生咁樣啦，比較辛苦一啲，因為咧佢哋就要一試定生死，可能咧係喺考試場上面個狀態唔係太好嘅時候失手咗咧，就冇得翻轉頭啦。咁但係咧 CIMP 嘅學生咧就唔係嘅，可能每一次嘅測驗啦、你哋嘅報告啦，或者係小組討論啦等等，都係咧累積緊分數嘅。咁就算你話考試嘅時候偶有失手咧，都唔會話一鋪清袋嘅喎。而且咧，亦都唔需要同人哋係拉 curve，咁讀書嘅心態咧，自然就會健康好多啦。咁好多香港家長咧都會問我，究竟咧呢個 CIMP 課程喺國際上嘅認受性又係點樣嘅呢？其他國家嘅大學會唔會接受 OSSD 嘅學生去投考呢？咁其實咧唔需要擔心嘅，因為 OSSD 咧係一個全球通行嘅國際認可課程嚟嘅，包括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甚至乎咧香港咧有啲大學咧都係去接受呢一個 OSSD 嘅成績嘅。咁我舉一間大學嘅例子為例啦，相信大家咧應該都有聽過嘅。呢間大學咧就係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咁佢哋喺2006年嘅 QS 世界排名咧係排名第13個喎。咁所以呢間大學咧都係一間好出名嘅大學。而佢哋嘅官方網站咧係有列出全球提供 OSSD 嘅國際學校名單，其中咧 Sunway College 咧就喺入邊係認可嘅一間國際學校。咁所以你用 CIMP 呢個成績去報考墨爾本大學係完全冇問題嘅。咁當然啦，你嘅成績要達標啦。咁另外咧，有一啲家長咧亦都會好關心一個即係喺學費上嘅問題啦。究竟讀呢一間嘅學校或者佢嘅學費貴唔貴㗎？咁其實咧，相對如果你同英美澳加嚟到去比較嘅話咧，馬來西亞 CIMP 嘅課程連埋生活費咧，都只係英美澳加嘅1/3，甚至係1/4左右。例如你去英國或者澳洲讀書啦，一年咧其實可能大概連埋住宿要40萬嘅大概港幣啦。咁但係喺馬來西亞咧，一年全年嘅開支咧都係10幾萬港幣咧，就已經好充裕㗎啦。咁所以咧，你可以用更少嘅錢咧，就拎到同一張全球認可嘅 OSSD 文憑。其實呢個性價比咧真係好高㗎。咁另外又想講下咧，關於喺校園附近嘅配套設施方面又點樣呢？咁家長咧其實可以好放心咁樣咧，俾學生嚟到馬來西亞讀書嘅，因為咧 Sunway College 佢係位於 Sunway City 裏邊嘅。咁而 Sunway City 咧就係全馬來西亞唯一一個有提供有蓋天橋連接多個地點嘅社區。學生咧係可以好安全又方便咁樣去行天橋咧，來往商場啦、學校啦、酒店啦、宿舍啦，甚至係醫院，甚至咧Sunway City 裏邊有一個叫 Sunway Lagoon嘅樂園，亦都可以咧喺佢哋課餘嘅時間咧嚟到去享用呢啲嘅設施。咁而且咧 Sunway City 入邊咧亦都有一個架空嘅巴士。如果你話我唔想行喎，咁你可以搭呢個架空巴士。咁呢個架空巴士咧就喺唔同嘅地點裏邊咧都會有站嘅。
咁而呢個 BTR 啦，交通巴士就係 BTR。咁 BTR 咧亦都可以直接咧轉乘地鐵去到其他嘅區域，例如 KLCC 啦。咁可能有啲同學仔，哇！我喺新威 City 行到悶咯，想去嘗試下其他嘅社區去遊覽一下咁你搭呢一個嘅地鐵咧就可以去到 KLCC 啦。咁所以佢哋嘅交通配套咧係非常之完善嘅。咁最後啦，我相信咧同學仔同埋家長咧都會好關心，究竟讀完呢個 CIMP 課程嘅學生咧，佢哋會去邊一啲嘅大學升學咧？咁咧其實呢度咧都有一啲部分國家嘅大學嘅名單咧，我有啲收出嚟啦。咁但係即係唔能夠全面咁樣俾大家知嘅，因為佢哋真係去世界各地咧唔同嘅國家地區嘅大學咧都有報讀嘅。咁咧特別裏邊咧，可能即係有一啲你哋都會認識嘅大學啦，例如 Manchester 啊，頭先我所講嘅 Melbourne 啦，或者係 Toronto 啦，甚至係香港嘅大學都有嘅喎，包括有中文大學啦、科大啦。咁我自己咧都曾經有一個學生咧係讀完 CIMP 課程咧，就翻咗去香港去接駁咗咧入去香港嘅大學嘅。咁所以咧，其實入讀呢個預科課程之後咧，其實個出路咧都係好廣闊嘅。咁如果你嘅仔女咧係想擺脫 DSE 嘅壓力，又想咧用一個更加平嘅學費咧拎到一個全球認可嘅綜合文憑，咁你都可以聯絡我啦，了解更多關於呢個 CIMP 嘅預科課程。咁當然啦，你話你係今年嘅中六學生，咁咧我都可以介紹一啲關於馬來西亞嘅升學嘅途徑，有唔同嘅大學可以咧俾更多嘅資料你，例如有 Sunway University 或者係 Nottingham University 或者係 Monash University， 甚或咧有一間係 Taylor University。咁其實馬來西亞嘅大學咧都係有好多嘅選擇，亦都有好多名牌嘅大學資訊。不過咧喺呢一集咧，我哋就唔講住。咁咧希望大家先了解咗佢哋嘅預科課程。咁下一次咧，我就會推出一啲關於大學嘅課程唔同大學嘅課程內容啦，或者資訊俾大家嘅。咁如果你想知多啲咧，就記得繼續去 follow 我嘅 IG 啦，或者係 Facebook 啦，或者係 YouTube channel。如果你哋想有一個1對1嘅免費諮詢嘅話咧，就千祈唔好錯過喺翻我咧呢度去睇翻我嘅資料啦，入邊咧就會有我嘅聯絡嘅電話，可以 WhatsApp 我或者打電話嚟問我咧都係可以嘅。咁咧今集我哋就到呢度啦，希望咧呢個資訊咧都可以俾你哋有多一個嘅升學嘅選擇，咁咧有唔同嘅一個諗法啊。咁多謝大家觀看，拜拜。